在个新闻来关心政治的消息，先来看国民党。国民党2024年参选总统的人，人气上悬的就是新北市长侯友宜。伊透早出席永和里里长的这个座谈会，举办的时间呢比去年有较早。外界就理由讲，这是提早为2024年过条啊卡。另外国民党伫南投补选失败了呢，党内有真侪人拢希望讲总统的人选就赶紧确定。新北市基层的里长嘛发起联署挺侯友宜。针对这点，侯友宜议员维持一贯保守的态度，强调讲，伊本身议员是新北市长，也阁尊重各方无共款的意见。满面笑容，一个一个和里长来拍招呼。新北市长侯友宜一透早就前往永和区来参加里长座谈会。举办的时间点甲去年来比是有较早，外界嘛咧要讲是不是咧为明年来做准备。侯友宜嘛亲身出来解说。其实我每年的里长座谈会都选在农历过年以后就开始办，除了刚好碰上疫情的时候，有延到5月份。前一阵啊，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家己讲，伊是总教练，要做球予上强的候选人，成为国民党战胜上悬的总统人选。侯友宜说，有愿力强调伊新北市长的身份。我尊重每一个人不同的评论，最重要的，我还是要全力以赴。总教练跟我们的男一以及所有愿意参与这一场选举的所有的候选人，一定要尽速的展开讨论。伫咧南投立委补选选出了后，那国民党希望讲总统的人选会用个较紧来决定。但连基层的里长嘛，伫要坐袂调，发起着联署要来挺侯友宜。觉得应该侯市长应该差不多时间可以了吗？对啦，要赶快啦！你看这个赖清德要提名了，要那个领表了，对不对？那我们也应该要赶快啊！说是周4或是周5就会到党中央啊，对，应该会很快啦。如果联署顺利，可能时间更快了。侯友宜的行动地理座谈会，一向看做是各新北市基层票盘的重要活动。国民党总统候选人到今也未决定，大家心情拢真烦恼嘛，真担心。侯友宜的举动，拢和国民党明年的布局有关系。嗨，我是庄宇杰，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